各位校長、老師，大家好。今日想同大家介紹一個專為香港教育界而設，由本地教育團隊自主研發嘅人工智能數字教育平台 Podcast。喺而家教育局大力推動 AI 融入學與教嘅背景之下，其實好多學校都面對幾個現實問題：點樣可以真正將 AI 落地到每一科？老師點樣用得簡單，又可以有效提升教學，同時又點樣確保資料安全、管理有序？Podcast 就係為解決呢啲問題而設計。Podcast 係一個一站式 AI 數字教育平台，專為香港中小學由小一到中六而設。平台入面已經內置超過60個 AI 教學工具，全部都係根據教育局嘅8大學習領域同4大課程範疇去設計，確保每一個學科都有對應嘅 AI 應用方案。喺教學層面上，老師可以快速生成教材、練習同評估內容，指派 AI 功課，追蹤學生學習進度，利用個人化 AI 教學助理，提高備課效率。而學生方面就可以透過 AI 引導思維創作內容，例如作文、圖像甚至成語漫畫，完成個人化練習，建立個人學習記錄，培養人工智能素養，發展創意同高階思維能力。除咗教學工具，Podcast 更加重視學校管理需要。平台提供完整嘅校本管理系統，包括批量用戶管理學生、老師角色分類、多層權限控制、用戶行為記錄，以及 Google 賬戶安全登入，確保整個 AI 使用過程係有系統、有規範、可追蹤。而喺大家最關心嘅資訊安全方面，Podcast 採用本地數據處理，並達到第3級資訊安全標準。所有內容都經過本地過濾，同時參考教育局框架，確保生成內容安全、合規、可靠。用戶資料唔會對外分享，學校亦可以自訂存取規則，全面掌控數據。相比市面上其他 AI 工具，例如 POE、DeepSeek、ChatGPT、Canva 等等，Podcast 最大優勢係完全針對香港教育場景設計，即插即用，老師無需技術背景，加速全校普及，一步到位。容許學校自定義生成內容規則，落實人工智能賦能學與教嘅校本推行策略，支援校本客製化，真正貼合學校需要。更加重要嘅係，Podcast 會提供首年800個獨立賬戶，所有功能全面開放，學校可以零門檻推行，快速落地。同時，如果學校有特別需要，平台亦支援客製化模組，並會提供清晰報價同技術支援。總結嚟講，Podcast 唔只係一個 AI 工具，而係一個幫助學校全面實現 AI 教學轉型嘅平台。由教學管理到安全同擴展性，都已經為香港學校準備好。如果各位希望了解更多或者安排試用同示範，我哋非常歡迎同大家進一步交流。多謝大家。